大家好啊，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股壇招財貓。你睇到呢條片嘅時候，我恭喜你，你又再 follow 翻我個 YouTube channel 啦。咁啊，記得睇我出多啲片啊，因為好耐冇出過啦。話說阿貓咧就已經冇咗個 Instagram，所以要重新再整理過。所以而家你除咗 follow 我嘅 YouTube channel 之外，記得 follow 翻我嘅新嘅 IG。咁啊，暫時咧都唔夠100人去 follow 翻我嘅，咁啊唔見咗個舊 IG 啊，咁啊所以大家記得 follow 我新嘅 IG MEOWPLUS_HK Mail+_HK 啊，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講呢隻新股咧叫君正控股3223。大標題啦，六折招股啊！咁啊，近排咧就比較多二分股嘅股票嚟香港上市啦。A 股有上市，香港都有上市。咁啊，用6折嘅價錢喺香港上市，究竟你值唔值得抽？13分鐘嘅時間同你解讀一下呢隻股票有冇值博率。好，講一講呢間公司一啲基本嘅資料先，因為叫二分股啊，咁所以咧 A 股本身過往咧已經升咗差唔多接近2倍嘅水平㗎啦。咁啊點解咧？因為呢間公司係間內存嘅公司，亦都係中咗近排低位跌得非常之誇張，彈翻差唔多30%上嚟一啲內存板塊，咁啱喺呢段反彈嘅時間嚟香港招股啊！咁啊，17號至20號嘅時間，而家錄影緊嘅時間咧，就係已經係招股嘅第2日嘅時間啦。咁啊，所以咧，你睇完條片咧，絕對都仲有時間同資金去調撥，應唔應該去抽啊？25號上市，都係差唔多3日嘅位置喎。咁啊，今次呢間公司咧就得一個上限價錢嘅啫，咁啊冇招股價範圍嘅，亦都係比較好嘅選擇嚟嘅。過二分股嘅股票啊，講緊係最近嘅立訊精密啊，講緊60蚊至63啊，咁啊炒咗差唔多 N 咁多次嘅波幅，唔知大家有冇玩啦？咁啊，甚至乎如果你又去聽我老虎證券嘅講座啊，咁啊3308中製旭創破超過歷史新高1300蚊呢個位置，我都唔明點解啲人會玩佢仲係好廢嘅公司啊！咁啊，二分股係咪冇得玩咧？咁啊，如果你上次有去開我嘅老虎 IPO 講座嘅話咧，咁你大約知道點解我會用呢個套路去解釋一隻新股嘅走勢。咁啊，落翻呢隻股票身上先啦，3223咁啊，入場費10000蚊，咁啊嚟緊我會用5至6個 step 話俾你知，究竟呢隻抽唔抽得過？咁啊，每一隻新股都有當中嘅風險㗎，睇一睇大家。咁啊話到明啦，咁啊中賽道啊，點中賽道咧？因為創科板嘅股票上市，咁sorry 唔係創科板啊，係創業板公司上市，咁啊 number 係300223，過往招股咧到依家咧已經係超過2倍嘅價錢㗎啦，咁啊香港咧就6折上市，咁啊但係賽道中喎，所以我覺得大部分嘅人咧都應該會抽啊，但係重點係究竟你應唔應該抽得多啫？咁我仲好記得咧2475上市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話唔好抽啊，咁啊點知咧我就叫咗大家抽，點知仲要落個50幾蚊呢個位置，而家都已經上翻差唔多63個幾啦，咁啊睇下會唔會之後飛天喎？咁呢間公司咧係一間內存公司啦，咁啊採用呢一個模式叫做 FABLESS。咁啊，如果大家有研究半導體嘅公司咧，應該會知道呢一個係一個比較 common 嘅一個商業模式嚟嘅。簡單啲用人話解釋咧，就係呢啲公司咧係淨係負責一啲晶片上面嘅研發同埋一個銷售嘅 sales 嘅啫，自己係唔會起間廠去做呢啲晶片嘅。咁啊，簡單慳翻好多成本啊嘛。咁但係你見到咧呢排咧Elon Musk 咧咁火星人咧就部署咗好多呢啲咁嘅部署，咁啊即管睇下啲鬼佬嘅工廠究竟做嘅嘢係點啦。咁啊話說自己啲 Tesla Optimus 嘅機械都唔夠快，不如直接自己起間廠啦。咁啊內地就少做呢樣嘢，所以佢哋會同一啲晶圓廠啊或者封裝廠直接做綁定，令到呢件事會再做得好啲。三大嘅產品線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內存股，所以佢做得最多咧，一定係芯片內存嘅公司嚟嘅。咁啊，香港上市咧比較大隻過佢嘅內存公司咧多的是㗎啦，譬如可能6809難起啊，或者係講緊兆易創新啊，咁啊呢啲炒飛起，亦都係啲二分股已經上市炒得好誇張嘅焦點股嚟嘅。咁啊第三隻嘅焦點股都已經唔知係咪 AGH 嘅第三隻嘅內存啦，已經唔止啊。咁啊
所以呢隻咧都有少少憧憬嘅。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嘅應用層面咧有少少減分位，因為點解咧？佢嘅應用層面咧同其他有啲唔同，係一啲消費行業嘅一啲應用嚟嘅，例如係汽車。咁啊，你問我機械人有冇？你見到我抽佢出嚟都好似冇乜點樣擺落機械人身上，所以咧佢應用落去車嘅層面，例如可能電動車啊，入邊架車嘅芯片啊，或者係可能唔同嘅車嘅零部件入邊嗰個所用到一啲運算嘅芯片啊，咁啊唔係唔得嘅，但係我覺得個應用層面好似唔夠堅咯，係啦。咁啊，另外啦，呢啲行業地位上面嘅嘢啦，我覺得如果喺個大行業嘅賽道嚟講咧，唔係超勁，但係如果喺細賽道嘅內傳賽道嚟講咧，我覺得算係 OK 啦，唔係太差嘅。OK，好，咁啊，另外仲講多少少啦。咁啊，直接拍落去，究竟你應唔應該抽呢樣嘢啦？咁啊，呢樣嘢都比較緊要啊，因為通常啲人咧睇完個行業賽道板塊咧，直接睇喂入場費，跟住講緊保薦人正唔正係嘛？如果你有睇我老虎講座，你就會知保薦人同埋講緊嗰個流通發行股數係一個非常之緊要嘅一個數字嚟嘅。嗱，你見到我呢度咧冇正式可以喺個市場嘅股票流通量係幾多嘅，咁啊自己睇翻招股書，咁啊呢啲香港公開發售即係91呢啲配售啊或者係公開發售嘅嘢咧係好 common 嘅，咁但係嗰一日老虎講座同大家 share 嗰個正式流通嘅股本咧，嗰個先至係緊要嘅位置。不過 anyway 啦，A 加 H 上市喺港股市場流通嘅股數咧，應該就唔係好多。咁啱個發行股票價格咧，啱啱係100蚊樓上，係一個比較尷尬啲嘅位置。你話好似之前嗰啲200蚊樓上啊，400幾蚊上市啊，肥仔 fit 嘅 ，OK 跌極有個譜。咁但係呢隻咧100蚊上市，尷尬啊！咁啊，究竟跌落90蚊去買好啊，定係一飛飛上150蚊樓上，踩住唔跌穿100蚊叫抽好咧？咁啊，我覺得個價錢有少少尷尬。OK，咁啊，入場費中中停停啦，因為 A 加 H 都過萬蚊入場費上市。獨家保薦人國泰君安，佢下面咧保薦人咧，其實下面仲有一啲同佢上市嘅 IPO 團隊嘅，正正路路中資券商唔係太貴嘅嘢，因為講緊都過百億市值上市。如果我冇記錯，好似都500零億市值上市嘅。招股嘅用途咁啊，我諗唔係大家關注嘅位啦。好啦，咁啊，講緊一間公司嘅盈利爆發點，因為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即係如果係個週期帶動到啊，會升得比較誇張少少嘅一啲公司嚟嘅，咁啊食中成個內傳浪潮 AI 成個熱浪炒上嚟，咁所以如果你話股價上面同埋一間公司業績嘅盈利有倍數嘅升幅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只不過個問題係究竟佢中嗰個賽道嗰個應用層面，比唔比其他公司做得更加勁咧？咁啊，譬如喂，有啲係食正成個機械嘅應用嘅，佢呢個係車載入邊嘅芯片嘅應用嘅，咁都已經好唔同啦嚇。咁啊，anyway 啦，咁啊咩賽道都中噶啦，爭咗個層面係食得夠唔夠深咁解嘅啫。好啦，咁啊講一講基石啦，咁啊抽啲焦點 IPO 通常係基石啊，咁啊 A 加 H 咧，如果係大嘢嘅公司仲賽到基石都唔會渣得去邊。咁啊，但係你見到咧，今次啲基石咧，我問你啦，11個基石入邊，你有幾多個係識嘅咧？咁啊，同你數完啲名，可能你英文名都未必知。咁啊，有冇一間係堅係識㗎？第三間呢個華擎技術全資，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呢間公司咧之前咧都有喺香港有上市嘅一隻半新股嚟嘅，咁啊亦都有參與，咁冇解嘅，咁啊因為有一啲本身嘅業務上面嘅重疊，所以佢有一個講緊做基石嘅層面喺呢度嘅，咁啊佔咗46%，未夠一半啦，但係入邊嘅人咧又唔係好出名喎，所以你問我咧 overall 嚟講，我覺得中中停停咯。如果你問我係咪超好咧，又未去到超好嘅隻 feel。好啦，咁啊 A 加 H 喎，咁啊折讓係大家好 concern 嘅嘢啦，咁啊 A 股係講緊咁啊85蚊，但係而家 H 股嘅上限定價係102個8，咁啊，所以點解會折讓大40幾個 percent，就係做到6折呢個位置。其實我個人覺得咧，都相對折讓價係做得幾闊下嘅。如果你問我嘅話，咁啊，但係之前嗰幾隻咧個折讓價咧又冇咁大，但係個市值又比佢高。所以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呢隻如果喺呢一個折讓價嘅角度去剖析呢隻股票咧，我覺得呢個值得幾加分嘅位置嚟嘅。
OK， 咁你問我係咪95蚊墊底會安全啲？其實如果我話俾一個參考價錢你，佢一開波跌到落去85蚊，你會唔會夠膽買翻上102蚊咧？我相信你又會有啲質疑，你係會睇下究竟多唔多人去抽隻 IPO。咁啊，so far咧，我哋有 cap 過下嗰啲圖啦。咁啊，而家都仲係講緊百零倍左右嘅。你話係咪去到最尾有3000倍咧？我係完全係有啲質疑嘅。除非間公司本身唔係 A 加 H 嘅二分股上市，咁我覺得都仲有啲可能係過千倍。否則而家成個新股嘅浪潮咧，係有啲卻步咗、冷卻咗少少嘅，仲要 A 加 H 二分股，去到可能600零至800倍，我覺得已經好肥仔嘅啦。但我覺得應該都冇乜呢個可能。所以大家喺抽新股嘅時候，千祈唔好覺得熱度低就一定冇用，熱度太高咧又一定係會中得好多，跟住之後又會可能係會升得好誇張。呢個係唔係一定嘅？呢個只不過係大家市場平時抽慣 IPO 贏錢嘅時候，將呢個諗法固定咗咁解啫。好啦，仲有少少基本嘅一啲風險面要提一提大家啦。嗱，因為咧佢係綁定咗嗰啲上下客源嘅，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如果上游下游或者係一啲相關嘅公司 GG 有問題咧，呢間嘢都會有幾大程度嘅影響嘅。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依家內存炒得非常之犀利啦，所以一跌咧跌得都幾誇張。例如點解咁講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即係 so far 啦，依家低位升翻3-4成啦，成個芯片嘅內存板塊嘅本身股。咁但係如果你有留意咧，高位劈落嚟跌咗非常之多。我用一個簡單嘅例子啦，有一隻新股咧叫1191啊，本身社群咧高位都已經有人買咗啦，跌咗近排落到差唔多60蚊邊咧，都係一個幾好嘅價值位。飄下都唔夠1個月度咧，就已經飄翻上120幾，所以其實個周期個波幅係極之誇張。如果你問我一隻新股開頭上市頭段咧，仲睇唔睇公司基本面？但我頭先呢條13分鐘嘅片咪同你睇基本面咯。但係你睇完之後，實質上個流通量啦，同埋本身個板塊嘅周期波動咧，呢個係緊要好多。相比起於基本面同埋好似今次基石嘅結構咧，我覺得相對係大家冇咁重要。好啦，最後尾啦，成個策略係點啊？大家都知道我咧就唔係好似嗰啲人下上越早啊，即係你見到我講咗，我同大家講抽唔中係冇問題啊，係咪先？抽得中咪買張六合彩去贏下錢咁樣咯 ，OK？所以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抽越早都係唔好留翻俾我呢啲 YouTube 嘅朋友啦。如果你係安安全全嘅，咪試一手試一試咯，我覺得都可以接受一下嘅。中中挺挺10分滿分嘅股票，我會大約俾5至6分呢個位置嘅水平。值得大家留意一下之後上市之後嘅走勢嘅。好啦，今日呢隻股票咧叫君正股份3223。如果你係新 subscribe 我嘅朋友嘅話，記得留意我嘅 IPO 介紹。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港股資訊節目同大家一齊去分享一下。記得最後尾留意翻阿貓嘅新 IG MEOW PLUS 底線 HK 貓 plus underscore HK 串埋俾你聽，仲唔去 follow 嘅話，真係要抵打啦！我哋下集再見。係咁先，拜拜。